大家喺英國申請按揭個過程，千祈都唔好忽略一啲好簡單嘅證明文件，例如你嘅住址證明。除咗顯示有地址嘅銀行月結單之外咧，其實你嘅英國駕駛執照啦、水電煤同埋 Council Tax 嘅月結單咧都係可以嘅。另外申請嘅時候咧係需要提供你過去3年嘅居住地址，不過唔使擔心，其實你只要喺英國合法居住同埋工作超過半年咧，已經有足夠嘅資格㗎啦。如果你係租屋嘅話咧，就可能需要提供租約啦，同埋銀行月結單上交租嘅記錄。過去咧都係有因為咧交唔到呢啲證明咧而俾銀行 decline 嘅喎，所以咧如果打算未來申請按揭嘅話咧，就要預備好呢啲文件啦。想知道更多英國嘅按揭資訊同埋需要預備嘅文件清單，可以用下邊呢個 WhatsApp 咧同我哋嘅顧問同事聯絡嘅喎。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share 我哋呢個 channel， 等我哋有更多嘅原動力咧去拍更多片，去提供全面嘅按揭資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